輝達中國 I 市佔腰斬，黃仁勳批 H20 禁令錯誤。輝達執行長黃仁勳今天召開全球媒體記者會，會中他除了再批美中禁令，讓輝達在中國市佔腰斬，覺得政策是錯誤的以外，也再次強調會在台灣建設 I 基礎建設，讓各地都有據點。來自各國的媒體大陣仗齊聚黃仁勳下榻的飯店，參加 I 教父全球記者會，而黃仁勳接連的旋風式行程，走訪中國、中東和台灣，已經被外媒形容是地緣政治巨星。輝達執行長黃仁勳，有人形容你是唯一一位能同時維持台灣、中國與美國市場的 CEO。我並沒有做什麼，沒做什麼特別的事，我希望我們的合作夥伴能成功。我希望人們能夠取得這項技術，理解它，並且我們可以對他們有所幫助，大家可以一起成功。就希望少一點整治，多一點訂單。記者會開始，黃仁勳直接表示美中禁令政策是錯的。在拜登時期，輝達中國市佔高達 95%， 現在腰斬只有 50%， 坦言失去一堆營收，卻沒有任何改變。但也不得不對政策低頭，表示會配合美國制裁，但 H20 Hopper 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再降級了，更表示限制 H20 會讓中國只好都去買華為或新創，希望政府能讓他們繼續賣。同時也談到川普協助輝達在中東拿下 I 大單，是因為川普知道晶片禁令是錯的，他願意讓我們賣給全世界。AI 擴散很重要，未來通訊 6G 也會受到影響，而拓展 I 市場，為什麼選擇在台灣打造 I 超級電腦？輝達執行長黃仁勳，所以台灣需要擁有自己的 I 基礎設施。同時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，讓台灣能夠投入 I 研究。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，我對台灣的表現充滿信心。黃仁勳也說 I 基礎建設商機達兆元，輝達在台灣建設 I 基礎建設，也是因為要在地緣政治和供應鏈建設中尋找平衡，各地都需要據點。